古拉尼亚一个入口的景观山庄，对日本时代就开始提供上纯的乌色温泉。不过因为设备老旧，去年下半年开始，支付投入3300万进行内进补强加室内装修，来确保结构安全。目前24间房的整修以民宿风格来设计，整个夜景加排水管线拢更新，为全新的面貌甲大家见面。这个启用，应该会为我们景光山庄带来新的风貌。刚刚看那个电视 before after 就可以知道，原来事实上很多设施都已经老化但是虽然它只有24个房间，但是在我们关拉尼亚的地区，圣光是足早就已经开始设立了提供也服务过很多的这个游客旅客，可以为地方我们一方面为地方带动，另外一方面为我们警务人员还有外来的游客提供一个很好的又很平价的休闲的地方。古拉尼亚温泉拥有全台湾唯一的乌色温泉，而且市长嘛强调泡温泉就是要泡温泉头来景观山庄就对啊。根据了解，整修以后的2人房对1100块到1400块。结婚2点钟55到700收费，也是比其他的店家较俗。但是新闻滚集采访报道。